也是主席啊？没有啦，我主席把你管。你两个主席，卖乱咯。我也是老台北了。哦，第几届？我23届，23届，民国62年跟66年。那时候满25岁。那时候我还在念国中。你说都满几个岁？我这两届到69年哈，又奉令回南投选县长，70年当选，做2届选1次，第2次是一人竞选，所以很单纯，很单纯，因为政绩好嘛，所以就一个人竞选，得票率96.13%。然后来台北市党部做5个月的主委，到高雄当市长，大概我前段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是老台北。我对台北市党部是不好意思。来，我只打个招呼。来，大家恭维，小心哈。黄珊珊，我知道。好久不见。我知道。都很好，谢谢。我们不是蔡部长，对，很好。台中一中的校长，对，校长，我是 N 年以前的台中一中的协助校友。今天是圣诞节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是韩导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。今天是圣诞节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是韩导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。2019年，台湾人民用一个字表达当前的现况：乱，乱七八糟的乱。那2019年的乱，就是一个背弃了承诺的市长跑出来选总统。蔡英文3个字完全没有问题，是个单纯的、健康的。我稍是要谢谢他肯定我是单纯善良，除了单纯善良之外，我想还要再说，我其实是蛮能干的。韩市长曾经提到世界忘记了台湾，那我有提醒他说，事实上是他自己忘了世界，世界不可能忘记台湾，也不会忘记台湾，因为台湾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，我们是全球第21大的经济体，也是第18大的贸易王国，那么贸易的国家，那么国际的半导体供应链也是以我们为核心的基地。那么，国际经济论坛曾经肯定我们是4大创新王国，而我们总体的经济的稳定度也是世界第1名。台湾正在大海里面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。那么韩市长却坐在浴缸里面，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海。台湾人民用4个字：苦、忙、翻、乱。照你刚才的数字，是甜、爽、笑、乐。亲爱的台湾同胞，在蔡英文总统所报告的数字下，充满了太多不真实。不客气地说，我认为很多蔡英文总统可能本身都是状况外。你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县长，家里180万失踪，被偷了，来个不报案。他现在是行政院长，假设有特侦组，要不要查？为什么不报案？你的陈明文，现任立法委员在高铁掉了300万，不报案，大家太多怀疑了。蔡英文3个字完全没有问题，是个单纯的、健康的，而且自己过自己日子，过得非常小确幸的生活，没有问题。喝喝红酒，吃吃法国菜，爱爱宠物，跟朋友聊聊天都没有问题。蔡英文女士没有问题。加了总统这2个字就出了大问题。今天蔡英文总统是单纯的蔡英文，加上被架空的总统。因为被架空，所以是无能的总统。因为被架空，很多都状况外。因为状况外，放纵他的派系，真的是在台湾人吃台湾人肉，喝台湾人的血，大捞特捞，大贪特贪。然后所有的责任由总统蔡英文一个人扛，这是今天的领导。一样，
我以为今天他会实实在在的说他的政策，结果没有，还是在讲上一次讲的很多捕风捉影的事情。我倒是要谢谢他肯定我是单纯善良，除了单纯善良之外，我想还要再说，我其实是蛮能干的，而且很会做事。那2019年的乱，就是一个背弃了承诺的市长跑出来选总统，而且他的言论引起社会很多的争论嘛。在上礼拜呢，有数十万人上街头要罢免市长，这是创下台湾有史以来的纪录。韩市长说过，不要在乎冷冰冰的民调，要在乎热乎乎的民心。这数十万人上街头，难道不就是热乎乎的民心吗？